大家好，我係教育心理學家譚元佩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家長可以點樣支援有數學障礙嘅小朋友。我哋收集咗家長最常見嘅問題，而家逐一為大家解答。作為家長，我喺屋企有啲咩可以做，幫佢學得好啲呢？等我分享幾個簡單又實用嘅小貼士啦。有數學障礙嘅小朋友一般都覺得數學好抽象，好難明。我哋可以試下將學習過程拆解做3個階段。首先由具體實物入手，俾小朋友動手操作實物，例如係手指、積木、豬仔。當佢哋理解實體操作之後，就可以改用圖像，好似係圓點、十格陣、數線、分數棒。當佢哋熟習咗之後，先至慢慢過渡去抽象符號。第二，呢班小朋友嘅工作記憶比較弱，難以一時間喺腦袋入邊處理太多資訊，所以我哋要用小步子教學，將大任務拆成細小、易消化而且做得到嘅小目標，再配合短而恆常嘅原則，每日做少少練習。例如長遠目標係學好18以內嘅加法。我哋可以試下第1個星期集中訓練雙倍組合，第2個星期就練習10嘅組合，唔好一開始就混合幾種唔同嘅題型。另外，我哋都可以鼓勵小朋友善用輔助記憶嘅工具，例如乘數表、公式表、計算步驟口訣，俾腦袋騰出多啲空間去消化新嘅資訊。有唔少家長都同我講，平日對數學功課嘅時候，不斷指出小朋友嘅錯處，拆完又拆，好擔心會打擊佢哋嘅信心。其實呢啲都係黃金機會，俾我哋教小朋友自己驗證答案，從錯誤中學習。對於細個啲嘅小朋友，我哋可以叫佢數下手指或者積木去驗證答案，或者問下自己呢個答案合唔合理。大個啲嘅小朋友可以試下估算，好似呢題咁，呢個概數40減20等於20，同小朋友嘅答案29相差有啲遠喎，咁就可能計錯數啦。另一個方法係反過嚟計，例如呢條文字題，我哋可以將個答案加返燒賣同魚蛋嘅價錢，如果等於30，咁答案就應該啱啦。家長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合作對答案，久而久之，佢哋會學識自己檢查同更正錯誤，信心都會大好多。最後要同學校保持緊密聯絡，家長可以揾老師傾下，了解小朋友喺學校學緊咩，用緊啲咩方法或者工具。家長可以喺屋企用一致嘅方法同小朋友溫習。另外，家長都可以同老師分享喺屋企觀察到嘅嘢，例如乜嘢方法會幫到小朋友，有咩情況會令佢特別挫敗等等。歡迎密切留意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認知發展研究所嘅網頁，我哋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學習資源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